咁而家佢哋起步啦，咁啊睇落去咧，5隊嘅起步咧，似乎咧第一線咧有少少偏埋咗去咧，係外欄啊入咗外欄嗰邊，咁但係佢而家好快就校翻正㗎啦。5隊嚟講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咧都係好齊嘅隊伍啊！但係我哋總場次啊係第7場嘅賽事有阿 Lucky 你睇個情況。咁啊，而家睇翻咧呢一個嘅暫時領先嘅前路線啦 ，Richard Ford 自由龍啦，啱啱帶先少少。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嘅4號線霸士龍喎，以霸士龍拉心掌幾有力嘅板上翻嚟啊！跟住第3名咧就應該係2號線嘅木須龍，木須龍都幾齊嘅喎，呢啲獎板一板得上。咁呢場賽事咧唔知道邊一個咧嘅誰勝誰負啦。睇落去咧就漁灣之友啦同木須龍咧兩手喺我哋岸邊第一、第二線咧帶出嚟㗎，咁其他帶嚟就係其他3手咧都有一條龍㗎，咁遠嘅。究竟今場係第2線嘅木須龍咧能夠捱到底啊，同第一線嘅漁灣之友攜手咧係用第1、第2名咧？咁而家暫時咧領先嘅係第2線度啦，木須龍嘅第2線度木須龍。漁灣之友俾你哋加油上下，跟住而家見到第2名嘅暫時咧，而家係叮當碼頭嘅同呢一個嘅5號線自由龍衝緊線上嚟啊嚇！咁啊跟住4號線巴士龍啊，呢3隻平排翻嚟喎，唔知邊一個可以我睇落去咧，外邊啊近龍躉嗰邊嘅第5線咧，稍為有機會後嚟咧係追上過到漁灣添啊，但係結果係點咧？